好，即刻同大家講講今年屬狗嘅朋友喺2026年你哋嘅生肖運程。屬狗嘅朋友，你哋今年咧犯咗咩太歲呢？有叫犯三合太歲，其實係好嘅，我哋叫做，但係唔代表一定全部好啊。咁首先一樣嘢就係佢同刑沖害破有好大嘅分別啦，即係冇咁大壓力，冇咁多衝突嘅。但係咧，佢係代表一種我哋叫合埋嚟嘅一種人緣。合埋你人緣，如果你嘅工作係從事一啲我哋叫 sales 啦，要與人接觸嘅嘢咧，咁今年一定係一個好嘅機會。今年可能生意啊，俾你做生意機會啊，或者都係多好多㗎嚇。咁所以就係咧，記住呢個係其中一個條件。咁但係就話，如果我哋係做一個普通人，我又唔係 sales 嘅話，我人緣好當然正常好啦。但係有機會合埋嚟嘅咧，可能有啲唔好嘅，可能係呃你嘅騙子都會特別多㗎嚇。啲詐騙電話點解咧？以前一日得2、3個，而家咧一日可以20、30個㗎。咁所以就係咧合呢樣嘢咧，所以都要控制喺自己手裏邊。咁所以叫犯太歲。所以咧你哋注意一下啦。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擔心嘅，攝太歲啦，攝唔太歲之後，可能啲電話會少好多。呢啲雖然係迷信啲，但係咧我哋人哋要心安理得啦。即係既然係犯太歲攝佢咁多年傳統都係咁啦，人都係咁照做㗎啦啊！記住啦，合太歲啊 ，OK 㗎。咁啊，洗下啦，上面有3粒吉星同3粒凶星，我哋先講3粒凶星先，陣間解釋俾你聽。第一粒凶星叫五鬼星，五鬼咪即係嗰啲麻煩人咯、小人咯嚇，咁所以就話專係搞事挑剔你嘅，咁所以就話咧，唔知你哋大家點睇啦？總之有啲人係唔能夠接受呢啲小人嘅，講你少少嘢你就會覺得我成日幾日都覺得唔舒服、唔自在嘅，咁嗰啲人會心情波幅會比較大啲啦。咁但係有人我都慣咗㗎啦，是非非，即係譬如有啲靚仔啊、靚女啊咁樣咧，成日俾佢哋話乜話物嘅，即係好似電視明星咁樣。咁所以咧，我成日覺得就你只要心理處理得好，咁 OK 啦。咁主要都係嗰樣嘢啦。人哋點解會話你？點解靚仔話你？因為人哋唔抵得你，所以先話你。如果你又醜樣，又冇工作能力，係唔會有是非嘅你。永遠就係有工作能力嘅，成日認屎認屁，壓到個頭好前嗰啲，咪特別容易話你咯。咁所以自己小心啲咧。即係今年即使有成就，有啲好叻嘅加人工之後咧，唔好喺人哋面前廿文廿武，甚至乎咧放上去 Facebook 啊或者微信啊。朋友圈嗰啲咧唔好成日放嗰啲又去邊度威，邊度食好嘢，又去邊度旅遊，呢啲唔好啦，因為好容易招致呢啲所謂五鬼嚟去煩你嘅。OK， 記住低調，今年就可以解決呢個五鬼嘅問題。第二粒凶星嘅官符星告票啦，即係今年好多告票啊，除咗係交通事故啦，係咪交通嘅抄牌啦、隨地吐痰啦，甚至乎咧好多犯咗法嘅嘢咧，突然間開始稅局寄啲告票俾你，官符星同政府官發俾你啲信件文件有關嘅，大部分都唔幫好嘢啦，唔通請你做特首咧，梗係唔會啦。咁所以意思就係話咧，呢啲嘢大家都要注意啦。今年好容易犯官非，咁所以咧本身如果平時成日隨街亂泊車唔泊停車場嗰啲啊，入唔入咪標啊，超速駕駛啊，隨地抌垃圾吐痰啊，咁嗰啲咧可能平時冇拉㗎。平時我都係咁做嘅，但係今年就特別容易中招啦咁所以咧就諗住以前我好記得啊，有啲朋友咧帶煙啊，哇，成條煙攞過關，我覺得好癲㗎。我哋講啦，今年如果你係屬狗嘅朋友咧，你一條煙即刻擒咗你，哇！一條煙可能唔知1萬蚊定幾千蚊咁，所以今年就千祈唔好搞呢啲嘢啦。以前得嘅，但係今年最好避免啦。呢個官符星因為犯官非議。第三粒凶星叫披頭星，披頭星類似一啲白事嘅星啊，即係出白事咧，戴披麻戴孝咁解咁，同喪門星差唔多。唔係話指你屋企會有白事咁矛啊，咁樣好概括㗎，而係只不過係今年盡量少去一啲白事嘅嘢啦。如果你去到白事嘅情況咧，好容易將啲白事嘢帶翻屋企，帶咗啲衰運翻屋企，而令到成個宅運屋企運會唔好。咁所以如果我屋企人真係唔好意思，直係親屬方面真係有人離世，我必須要去嘅，咁冇辦法啦，咁咪照去啦，即係已經應咗。但係喺未應嘅情況之下，譬如話我一啲唔係好熟嘅朋友嘅長輩啦，同事之間嘅長輩都好啦，可以去唔去之間，今年披頭星直年嘅話咧，我建議你白金照做嘅，但係就人就唔好到啦現場啦，咁樣可以避免咗好多不必要嘅問題，令到自己今年運勢唔好啦。OK， 記住啦嚇，三粒吉星啊，即刻提先嚇。三台星，三台係咩咧？就係話咧，其實本身係一個官位嚟嘅，官職位，即係一粒即係對於你今年如果從事一啲官職有升職啊，要管理嘅咧，咁今年就有機會晉升啊，工作表現會好良好啊，甚至乎有貴人扶持咁解㗎。咁所以咧，如果睇你咩工作，即係譬如話假設我工作係家庭主婦咁樣，呢粒三台星唔好意思啦，對於嚟講係完全冇幫助嘅，即係一定係有工作啦嘅人，你先會有個感覺到好強烈，尤其是有階級
層次，即係譬如喺大公司裏邊會升職嘅，有上面有按政府由政府官咁樣，政府部門嘅人，你就會特別感覺到強烈。即係譬如我係揸的士咁樣，三咩台啫，唔知有3台的士咩？唔會㗎，咁所以呢樣嘢就係一官星嚟嘅，即係升職嘅升啊，工作星。第二粒我叫華蓋星，華蓋星同我哋嗰啲即係食神相關一樣嘅星，即係譬如話係一個才華表現嘅一年。即係今年你會有，如果從事我有創作工作，包括一個家庭主婦，點解啊？家庭主婦都可以煮唔同嘅菜式㗎嘛。今年唔知點解諗好多呢啲嘢出嚟咧，可以能夠付諸實行諗到好多嘢，令到你煮到好嘢食。俾朋友、俾屋企人食係一件開心事，咁所以咧，會有啲工作佢哋入邊好多新嘅諗法嘅咧。今年譬如設計啲軟件又好，設計啲圖又好，衫褲鞋襪都好啦。呢啲嘢咧，全部如果今年你涉及到啲工作咧，今年可能會有好大嘅突破、好大嘅進展。如果甚至乎係直指有啲同宗教上有關嘅嘢咧，嗰個感覺會特別強烈。唔好理佢宗唔宗教啦，總之從事呢方面嘅工作咧，我都覺得你應該可以提供即係自己 brainstorm 多啲嘢咧，設計多啲嘢出嚟咧，令人容易去接受啊。最後一粒吉星叫咩咧？就叫地解星。地解星係唔會為你帶嚟財運嘅，即係話叫逢凶化吉星。咩叫逢凶化吉星？即係已經留到而家先講咧，即係頭先所講嘅3粒凶星咧，所有嘅嘢都會逢凶化吉㗎。咁所以第一個就譬如小人是非，可能講到你好多問題咧，突然間唔知點解又有出嚟咧，將你即係人哋講你屈你啲嘢咧就化解咗啦即係無形中化解咗，甚至乎有啲咩白事成咧，最好都逢凶化吉啦，或甚至乎俾人抄牌嗰啲咧原來都係上訴成功咁樣，即係地解星咁所以有呢粒係好重要嘅粒地解星。即係我成日覺得就話，與其有咩吉星都好啦，都唔及呢粒地解星嚟咁重要，因為所有嘢都譬如今年都可以順順利利有驚無險咁經過一年㗎。咁所以屬狗朋友今年合太歲，人緣非常之好。總之就話最重要低調，唔好惹到啲小人嘅話咧，今年自然順順利利咧，工作就會發揮到你哋嘅表現㗎啦。咁所以咧，2026年我預祝你哋屬狗嘅朋友咧，新年進步，身體健康同埋財源廣進。拜拜。